前面我们学习了3种比较重要的句型，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句型在实际生活当中是怎样运用的。한국 공부를 하는 돈 딸내 침배지 딱 공샤래. 그래서 뉴 총기수어를 그래서 야간 음식 소화층 문제 견돌 공개 음식이랑 장아층 문제 견돌 그래서 인생이 주제대 경화층 돌 前面我们学习了课文和情景练习，我们碰到了很多生词，那么下面我们针对这些生词进行重点学习。就松吧，第13。就松吧，第13。날씨，天气，气候。날씨，天气，气候。랑，民度，不太。랑，民度，不太。nam，天气，天。nam，天气，天。决策，温度，度数。决策，温度，度数。날씨，温的，天气预报。날씨，温的，天气预报。차바，법，下雨。차바，법，下雨。决策，昂胀，温度，度数。决策，昂胀，温度，度数。领空，中午。领空，中午。채모，晚上。채모，晚上。引车，昼夜。引车，昼夜。七落，外面。七落，外面。长木，冷。长木，冷。黑吧，겹，起风，刮风。黑吧，겹，起风，刮风。길，超过。길，超过。斜，怕。斜，怕。如，沁，越来越。如，沁，越来越。唐，晴朗。唐，晴朗。강，법，下雪。강，법，下雪。캬바，겹，结冰。캬바，겹，结冰。土落，衣服。土落，衣服。温过，且，防止。温过，且，防止。枪吧，感冒。枪吧，感冒。接特，冬，生炉子。接特，冬，生炉子。落电，电热毯。落电，电热毯。落班，开店门，开灯。落班，开店门，开灯。强，延迟，推后。强，延迟，推后。团大，事情。团大，事情。能你，后天。能你，后天。参至着，走访。参至着，走访。莽错，百姓。莽错，百姓。com，习惯。com，习惯。good，穷，不得不。good，穷，不得不。害怕，差别。害怕，差别。且呢，感觉，以为。且呢，感觉，
以为。开去特点，开去特点，你为日光，你为日光，亚卡下，亚卡下，警车理由，警车理由，困克冬，困卡冬，长儿寒冷，长儿寒冷，吹菜的开巴拉温差，吹菜的开巴温差，变热是因为变热是因为用它了至少，用它了至少，即前呢可能，即前呢可能，通马了开始最初，通马开始最初，草啊秋啊酷暑，草啊秋啊酷暑，长儿秋啊严寒，长儿秋啊严寒。前面我们学习了有关天气一课的常用句式、句型、词汇，我们还进行了情景练习。那么您学会了如何用藏语表达天气状况吗？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，节嘛兼用。让我们下堂课见。